讲到阿斯特捷利康 AZ 疫苗，为今日开始呢，会配送到全台湾各大病院，上紧拜一就使互这个医护人员开始注这个预防射。是讲国外注射了，陆续有发生真侪副作用的状况。国内嘛，敢若有3成医护人员愿意注射尔。啊，实际注这款射到底是甚物感觉？华视新闻独家伫英国，甲这个伫英国台湾人做事前的访问，甲咱讲起着这个注了后会出现什么款镜头，话讲有发烧，会发烧2-3天，啊是讲会腰酸背痛。伊毋过国内专家讲，这拢是免疫系统启动所引起的，啊，所以讲提前乡亲真正若要做，无需要伤烦恼。在英国接种新冠疫苗之前，必须详读这一份文件，了解疫苗的副作用。如果正在发烧，或者是曾经接种疫苗之后过敏，就必须经过医师评估才能接种。那天晚上其实是睡不着觉的，因为有点发烧，然后心跳其实应该也是蛮快的，背都会觉得有点像是那个怀孕，就是那个怀孕那个生产初期的阵痛初期的那个很酸的感觉。伫英国台湾人接受华视新闻独家访问，分享注射了暗时回去厝内就开始发烧、胃寒，而且筋肉真酸痛，无想要食退烧药啊，发烧的时间有2天。我是3月6号的下午打针的部位到现在，大家还会有一点感觉，都还有点，就是你压的时候还是会痛痛的。好佳在第3天了，所有的镜头拢无啊。另外一位嘛是烧到38度，连续一段时间。可能5到10分钟之内啊，就开始觉得那个手臂有点酸酸的啊，就很像是你得流感，然后发高烧的时候啊，你明明发高烧，但是你却觉得很冷这样子。为着做工课，只好食退烧药啊减轻镜头，不过只要药啊一退，就够发烧。就是突然之间就消失了，就是我一觉醒来之后就突然就全部都没有了。台湾要开始注 AZ 疫苗，民众拢真关心注疫苗了的状况。根据指挥中心的资料，注 AZ 疫苗了后，有要8趴的人会发烧，比例无悬，上侪是注射的所在会真痛，会爱困，头壳痛拢超过5成。专家讲，这拢是免疫系统启动的正常状况。这个算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不良反应，因为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。打第2剂的时候，这些副作用就会大幅的减少，因为可能第2剂的时候，它可能会被第1剂引发的抗体有点中和掉了。专家分析，应该重视的是严重过敏的反应，嘛就是过敏性昏倒。通常伫注射了就会随发生，只要会使伫病院观察30分钟，病院就会使来做处理。